咁啊，而家追問翻阿 Doctor 之前，你話俄羅斯嗰邊好襟講喎。唔係好襟講，因為講多少少，因為俄羅斯佢世俗人咧唔係好清楚佢哋嘅，但啲人冇留心。好啦，有人去到俄羅斯旅行咧，我相信好多人見過一種俄羅斯特色嘅玩具啊！哦，嗰隻蛋，你叫蛋咩嗰隻？我中意叫佢做蛋喎，嗰啲公仔就可以一個凍喺度，係啊，凍喺度一個拆一個，一個拆一個啊嘛。一個套一個公仔係啊，嗰叫套娃，洋娃娃個娃，即係套公仔。但你又中意啊！好得意喎，個樣好靚喎，揭開一個又唔同衫，又唔同樣，係咪又變身？但你冇諗到佢點解佢整呢套公仔出嚟喎？咁唔同 culture 嘅會有。咪點解佢都有一個創意，點樣整咗一套嘢出嚟咧？就佢一個俄羅斯民族嘅特性，永遠一浸套一浸。但佢俄羅斯民族特性咧，就佢唔信人啦，呢個天性嘅。佢係一個最懷疑人嘅民族嚟嘅。驚到佢咁懷疑人嘅民族咧，就話咁佢呢班人咧就左手唔信右手。佢左手唔信右手咧，佢呢種人咧個心思咧咁熟慮咧，心思熟慮嘅人咧，所以佢喺個棋壇度咧，佢雄霸咗世界㗎嘛。長期性喺嗰個國際象棋多，佢哋大部分去攞冠軍。美國試過一屆又攞冠軍嘅啫，但嗰人都早死。所以變咗佢嘅文化特色咧，佢連整啲玩具出嚟咧，你都諗唔到佢嘅玄機咧，就話代表咗佢嘅民族咧。你睇到佢嗰個表面咧，你都死。一浸套一浸。佢一揭開咧，就另外一種，即係佢套連環計啊，嗰連環扣啊。即係等於棋局一個陷阱啊！你以為咁咧，一搖咧又變，一來咧又變，所以佢成日變相咁嘛。一直話有人問佢嗰個美國係啊，敍利亞嗰邊咯。好啊！如果世俗人咧，就話根據表面啲新聞講啦，我哋啊，喺世俗人睇咧就話，而家敍利亞政府又唔認，話佢用生化武器，嗰啲反對派又話冇用到，係咯。咁唔通即係7月14鬼節咁晚，係咪咁晚先係？邊個用啊？你又冇用，我又冇用，邊個用？好啦，咁啊根據個世情咧，啲人就咁話：屌你咩？係咪你我美國 CIA 中情局有冇自己洗還手嘅？走去反啲生化用啲西化武器啦，原來有藉口打佢哋啊咁啊，係咪好正常咁講？係啊。佢都唔係第一鑊㗎啦！我淨係美國佬用有益，俄羅斯用唔得㗎，啊！或者除咗俄羅斯之外，仲有其他嗰啲國家咧，以色列咧，佢敍利亞敵對國家咧，反而都得㗎。整出啲證據出嚟。好啦，如果喺某方面，我明知你美國佬成日想揾藉口㗎啦，你又未有，我整啲藉口出嚟俾你。你美國佬中招啊，大佬！你諗佢初話打敍利亞，屌俄羅斯冇出聲㗎，咪有鳩你噏住先啦，求輕描淡寫噏一句，咁你以為都冇咩事，跟住擴大啲噏啊，噏到要起兵，噏到臨到而家咧，俄羅斯就出聲啦。係啊。你唔係喎，有招嘢咧，你唔打得佢喎，佢可以叫，因為佢知道你聯合國咧，佢哋一定有反對票㗎嘛，你一定過唔到嘅。亦都睇到你美國總統咧係唔夠吉士，學以前咁強項咧，運用總統嘅權力，係睇通你㗎嘛嗰盤棋，係嘛？所以佢到而家臨到你話等聯合國嘅話咧，佢俄羅斯係出招啦。俾個建議你，喂，如果佢肯俾你監控佢嗰啲生化武器製造嘅過程，你咪喐得佢咯。一招你都冧咗人中堂，冇國家支持你嘅。好啦，佢得嚟嘅效果犀利嘅喎，話明俾你聽啊！
我會將會賣武器啊！驚你唔敢知添。高調話唔使咁中話嘅話明俾啦，只要普京話明噶嘛。你嗱，你美國攞喐咧，我話賣武器。我就賣武器俾佢。你喐都賣緊啦，而家屌你咁多撚魚都使你喐賣啊！佢個個自己真係買噶啦嘛，買定先噶啦嘛，儲定價撐噶啦嘛。佢俄羅斯梗係玩你一鑊㗎，我話俾你聽，一喺舊年前年，佢美國搶咗佢俄羅斯印度一單生意好大㗎嘛，即係美國嗰個軍火銷售，唔見咗130幾億喎一年，哇！美金喎，美金喎，係啊，因為佢美國都搶咗去俄羅斯喺印度嗰個一大部分嘅軍火銷售生意嘛，同埋你再落去敍利亞，點解敍利亞70年代係俄羅斯嘅港口嚟㗎？有基地，有基地㗎嘛俄羅斯。你想就去喐佢？係啊，佢有佢嘅道義上責任，因為敍利亞幫過佢俄羅斯嘅以前。好啦，如果你而家你再發展落咧，呢一次事件無論佢點樣結果好，因為你美國聲明咗嘛，話唔出地面戰爭，有局部性嘅戰爭，局部性嘅摧毀性佢嗰啲生化基地嘅啫，咁佢冇事㗎。佢佢宣佈咗，而家就你美國總統仲要求國會美國國會咧褪後嗰個表決，咁你俾人哋大把空間走嘢啦。由頭輸到尾咁啊！美國呢鋪落到爆，就算佢敍利亞有啊，佢病好晒啦，收埋晒，聯合國嚟得嚟都冇啦，係咪啊？哦，運人走晒啦，有都人哋攞咗你好多空間，買咗啲時間。一睇到你係弱勢，你唔夠膽發爛渣，佢夠膽發爛渣。俄羅斯好強悍㗎，佢哋嗰啲喺政治上咧，佢一個動作咧，你我一擋佢。即係你點樣講啊？你睇美國嗰個同阿奧巴馬爭做總統嗰個咩黨嗰個主席啊？一嚿雲㗎嘛，嗰個光頭佬、白頭佬，屌你乜？你睇冇人才嘅。美國最強悍嘅人才嗰時就 Clinton 嗰陣時，克林頓嗰時嗰班人。而家呢個總統嘅人才咧係冇嘅，佢啲幕臣啊，屌你連主局啲局長又唔撚得，個個都唔撚得㗎，係嘛？車前到後嘅，又話回收債券又停又前進，你咁樣知想點樣樣嘅？一時一樣。你個國家去到咁嘅世界強國，如果你去定政策定緊到咁樣左搖右擺咧，係好撚大鑊㗎，好撚大鑊㗎。所以佢一路咧削弱自己嗰個影響力，係佢自己攞嚟賤嘅美國佬，亦都正常。睇到佢國運咧都係曳，因為你搞到要揾個菲律賓嚟做你馬仔同中國搞嘢，咁你九流啦，係嘛？屌你美國佬使唔使靠翻菲律賓仔同你喺度搖旗吶喊，係咪啊？冇吉屎啊嘛，咪要揾啲黑社會嚟撐場咯，同一道理。咪好撚肉酸咯而家，咪通常你好難講啊。通常如果你個國家揾咗個壯軍，揾咗啲咁嘅大律師咧嚟揸莊咧，一定係咁嘅。因為佢嗰啲律師咧，佢哋有一個培養咗出嚟嘅職業病嘅，係鬼撚鼠鼠嘅，同律師啊，好似好撚多嘢諗，思前諗後，諗下咧佢捉蟲噶啦，佢唔夠膽噶嘛，冇種氣魄噶嘛。佢又乜都理，佢乜嘢都唔理都得喎。你唔睇到啊？佢哋真係唔得啊！而家你請嗰個嗱，我哋睇電視，佢有個私人國務卿克利啊，克利啊嗰個美國國務卿，你老母行到不似人君咁啊！唔加上你睇到啊，你睇行路上啊，好似你老母飲緊醉酒啲牛仔鬼咁啊！加上撇手撇佢，揈手揈腳咁啊，企都企唔穩穩咁啊！即係冇咗嗰種莊嚴啊，睇到嘅。即係你睇佢嗰啲領導人咧，睇到佢國運咧係曳嘅，你連個國務卿都唔得，佢係國務卿兼外交部長㗎嘛，所以好曳㗎。
所以既然間佢咁曳咧，係一個投資嘅好機會咯。係投資嘅機會。投資嘅機會，我仲喺度搏緊㗎，搏緊㗎。嗱啊，如果你嗰啲人有興趣聽到，因為我搏緊嗰啲消息咧，搏緊啲資訊咧，佢嚟咁我24小時內我要做動作㗎啦嘛，喺度等嘅。即係等一兩個人噏嘢之後咧，我就計到數咧，就哇點解沽係邊種嘢？或者沽石油，或者沽黃金，或者沽歐羅，或者沽咩？係嘛？有興趣㗎，咁你哋掟翻上天羅地網登記，留低個 email， 有料啊發出去。有料發出去，我哋幾時買嘢？幾時入貨？幾時買空？嗱咁啊，唔會包你贏喎。你咪當玩下咯，因為周時嗰啲信息萬變啊嘛。我就係話有網友都問投資應該投資喺邊方面喎？而家就立亂，可以到而家正式長線投資就唔制嘅。哦，長線投資下嘛唔得，就而家全部 cash 傾，坐喺度等。咁佢就問一個咩買？但係如果有樣嘢你夠膽咧，就得喎。你萬里長空嗰個好搏咪得咯。佢就話呢樣。唔係澳門有隻上市公司，你可以而家沽定佢都得㗎，長沽都唔會輸㗎。屌佢邊度夠人哋嗰啲其他啲嗰啲賭場公司競爭啊？韓星一瞓低佢會跌，中國拉閘又會跌，你諗下中國有沙士啊更加跌。再嚴打多幾鑊貪官污吏咧，更加冇公司係跌緊嘅。你先得閒，我長沽嗰啲賭業股啦，實跌一陣好撚大鑊㗎。但係你啲錢你要得閒咯，一路升你一路沽，一路升一路沽。所以呢啲值得投資。但係有正我哋所講咧，而家搏緊喺度㗎。我睇佢噏啲乜嘢。又睇下俄羅斯嗰啲乜嘢，啲俄燒幹㗎，佢無端端同你嬲打㗎嘛，明知你唔敢打，就係知你唔敢打咯。但美國係想試下嗰啲新嘅架撐㗎嘛，你夠膽？唔係佢有攞嚟試㗎咋，所以佢話明打局部戰就咁解，佢都要揾啲嘢嚟試㗎。